個人嚟講，角球投注選項係我最中意嘅。冇錯，足球投注永遠唔係100%保證，但我覺得呢個係唯一一個投注選項，令到我對我自己嘅注碼有更多控制權，因為佢好實際。只要用我以下我平常用嘅策略，呢個策略大部分時間都令我賺錢，長線可以做到必勝。而喺呢個影片，我會毫無保留同大家分享角球投注策略，做到兩個效果：快速提升你贏錢機會，同埋定期從角球大細選項賺錢。影片嘅最後，我仲會分享兩個免費嘅公開網頁，分析足球數據。記住睇到未？我係包 Sir， 喺澳門做咗20年同足球博彩有關嘅工作，主要係同啲大老細坐盤，分析賽事落注，贏過唔少錢。而家退休，好多心得都可以好方便同大家分享。我對數據分析有信心，絕對幫到大家精明投注，爭取穩定盈利。快啲訂閱，一齊用數據贏錢。首先呢，設計角球投注策略核心要搞清楚。第一個問題要問自己，預計比賽兩隊分別會貢獻幾多角球？例如喺新特蘭對阿仙奴嘅比賽，阿仙奴明顯係更強球隊，新特蘭主場偏向防守，而阿仙奴會盡力揾機會揾入球。喺呢類比賽，總角球數最有可能開細，因為新特蘭唔會對角球貢獻太多。但喺另一場韋斯咸對般尼嘅比賽，韋斯咸主場仍然相對係比較強嘅球隊，但兩隊實力更接近般尼，有能力挑戰韋斯咸。呢類型比賽最有可能導致角球數開大。總之基本概念係，如果較強球隊一面倒對較弱球隊，同時強隊以控球滲入為主，呢場就應該揀總角球數細。但係如果兩隊實力接近同埋有能力互相埋門，呢場就應該揀總角球數大。搞清楚基本概念之後，同大家分享實際點樣執行。有兩個網址，大家可以去查球隊數據，都係免費嘅。當然大家可以揀其他網頁睇數據，網上有好多俾大家揀。第一個網站係 Soccer Stats， 佢可以睇晒球隊主場同客場比賽嘅時候嘅角球數據。我繼續用韋斯咸主場同般尼作客做例子，可以睇到韋斯咸主場平均進攻角球6.17個，防守角球7.67個，代表呢隊球隊進攻偏向邊路博角球，防守亦都比較大意，容易輸角球。呢隊球隊呢，基本上角球都會開大，當然要睇埋對手。今次對手係般尼，作客成績角球總數平均接近10個，特別係防守角球特別多，都可以睇到呢隊球隊嘅防守容易俾對方製造角球機會。呢場就係好容易開總角球數大嘅比賽。第二個策略呢，係參考兩隊嘅踢法風格，總角球數開大定開細，好大程度取決於呢點。你哋諗下，一隊球隊嘅進攻風格要靠教練不斷去訓練同埋塑造，絕對唔會每個星期唔同或者好大分別。當然，球隊最後可唔可以入波或者勝出，取決於好多其他因素。但係因為角球數量好大程度受球隊進攻方式影響，所以了解每一隊進攻數據之後，投注呢個項目就變得極有預測性。每次參考完雙方角球數據之後，我都會睇埋踢法風格去確定今次嘅投注。我會去睇第二個網站 WhoScored， 裏面嘅數據球隊攻擊方式部分，主要集中喺係中路定係邊路。例如大家睇到韋斯咸呢個例子，有23%時間喺中路進攻，其他都係邊路側擊。英超20隊球隊差唔多最多邊路出波係佢哋。呢個進攻踢法同埋風格係特別容易產生角球。我哋預測韋斯咸對般尼，喺以上嘅數據支持之下，兩隊實力接近。過去角球數據顯示兩隊防守偏向大意，容易失角球，進攻套路偏向邊路側擊，亦係容易產生角球。所以呢場比賽嘅總角球數目一定唔細，隨時10個以上。結果同預計一樣。總結嚟講，投注總角球數目係一樣最容易預測、最容易實現必勝嘅投注策略。不過記住，投注有風險，學識用數據去分析。以後我呢個頻道會繼續為大家分享投注策略，每個投注日都會同大家分享預測。希望大家訂閱呢個新頻道，俾 like 同留言，多謝支持，祝大家好運。